曼聯對住狼隊嘅賽前發佈會，亞摩廉轉變策略。亞摩廉亦都提到過啦，今個星期週末喺陣容選擇上邊可能會冒一啲風險。對於嗰啲有受傷風險嘅球員，我哋會努力保護佢。好多球員都好攰啦。而傾到年輕球員，我認為而家唔係派上年輕球員嘅最佳時機，或者係今個賽季都唔係，因為佢係需要有堅實嘅基礎先能夠真正展現自己嘅實力。但係喺呢一邊我哋不得不咁樣做啊，因為有時候你會遇到一啲意外嘅事情啊。而傾到上一場中途離場嘅兩名球員馬斯奧爾同埋連特魯夫，亦都遇到咗個人問題。有時候呢啲事情你冇辦法控制，而今個賽季亦都發生咗好多事，但係一切都 OK。而提及到奧拿納，阿摩廉亦都提到過，我認為佢做得非常之正啊，踢咗一場非常之精彩嘅比賽，佢需要繼續保持咁嘅狀態，我亦都為佢感到高興，因為嗰個係一個非常之艱難嘅時刻。但係跟住落嚟亦都令到我哋一定要繼續前進。而家亦都係需要佢為下一場比賽做好準備添啊。而阿摩廉亦都係直接放棄聯賽噶啦，使用青年軍嘅曼聯會唔會慘敗呢？